第二阶段公费流感预防车今开始做，开放予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民众。疾管署嘛鼓励民众会当佮加注这沿管新冠的预防车，会当增加保护力。148号，工作人员发号码，民众摕健保卡排队，医师评估了后就通做预防车。要多喝水哦，有局部肿痛的话，可以稍微冰敷。好了，我们换手。不少民众拢一摆做2档预防车，一边流感，一边新冠，同齐提升保护力。去年有拍过流感，一整年都很平安。定定拢爱去医院啥，公共场所较会去，所以我一定拢爱家做。左流右吸，防护更新。拜五疾管署第2阶段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开始做，开放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会使去做公费的流感预防车。也鼓励当时做J1新冠预防车。11月到大概预计年底到明年春节前期间是慢慢会进入流感跟新冠的流行期。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10月底，新冠预防车做70万多台，流感预防车超过370万台。但是有民众会因为要经预防车的品牌，想要等下才做。疾管署呼吁民众免烦恼。品牌上有一点瑕疵的，我就不打。各种厂牌的这个防护效果都是一样的。那特别在10月，虽然有经历过这个国光变色疫苗的事件，可能民众会对某些厂牌特别有担忧。不过整批的这个国光有疑虑的疫苗，我们都已经回收销毁。因为预防车注射要等一段时间才有保护力。秋冬到位啊，疾管署呼吁民众赶紧做预防车。目前全台有4000间医疗院所拢通做，疾管署也参超市大卖场业者合作，伫全台82间门市提供注射站，方便民众注射。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